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8节，和本圣经记载在第86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27到3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第35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人给你们的，并且用10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以上。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纯全爱心3，爱你们的仇敌，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在这个月份，我们教会有灵命的操练，我们要学习如何能有纯全的爱心。我们这系列已经进到第四年了，因为我们盼望，我们就照着主你的命令讲，命令的总纲就是爱，但是这爱要如何生出来，原来需要有操练，需要从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罪恶中间来认罪走出来，然后再加上神你的良心在我们中间来启示出来，加上我们有无畏的信心之后，我们才有这个纯全的爱心能够生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操练中间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有渴慕的心，要来学习主你要我们去行出来的爱。你的灵跟我们同在，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在灵命操练今天已经进到第3个礼拜了。那这过去这也是我们第4年有关爱心的部分要如何去操练。所以我简单的再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就是要爱神爱人。这是当有人来问10诫是哪一条最重要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其实就只是一个爱而已。你要爱神，要爱人，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总纲。但是这爱要怎样真实的活出来呢？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年就是照这个方向来走。第1年我们先学的清洁的心思，再来无亏良心、无畏的信心。今年就进到了纯全的信心。我们盼望今后每年有1个月的心思的重建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心灵健康，就成为一个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2011年的时候，我们学习对付了一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我们受到在这个外面的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一些不正确的这些思想、价值观等等，
或是我们自己，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会引起一些不合神心意的部分。我们要如何去对付它？其实看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常常认罪，而且我们要饶恕人等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复到神那些我们因为受到外面环境所引起这些不好的，能够得到的对付，就是清洁的心思的部分。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回到无愧的良心，也是神起初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良心摆在我们心中，但我们也受到的一些这些污染掉，所以我们必须回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那个良心，无愧的良心。就像撒该，他因为贪污的这些缴税的人，当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去赔偿这些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不再是不敢面对人的，所以他有无愧的良心一样。到第3年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眼，到神的面前去面对了神，我们要有信心在。当有这些经过这样的操练，从一些外在的开始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我们今年所要讲的，让我们存钱的良心，有存钱的爱心在。那我们过去2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提到是先知道爱的根源是在什么地方？爱的根源呢，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能力能够去相爱吗？我们举了很多个经节，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勉励，来告诉我们我们绝对有能力能够去相爱。我们有能力去相爱，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吗？所以第2个礼拜我们告诉他，不，相爱不是一个选项，它是一个命令。所谓命令，你就是要遵守，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基督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去做，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它不是一个选项，我们一定要去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相爱呢，到底我们的准则应该是怎样？是我喜欢的我去相爱他就好呢，还是哪一些人都要去相爱？至于他相爱程度应该到是如何，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说，存钱的爱心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应该有怎样子的呈现出来。我相信一层一层慢慢的进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学习如何经过这样子的操练，在我们的灵命中间能够得到帮助。在刚才已经讲过，这是爱的根源里面呢，是告诉我们有能力，因为你只要依靠着我们的源头就是神就好，它是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去遵守。彼此相爱的准则跟程度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耶稣，他面对他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常常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经过这些问题中间，别人的提问中间，可以将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一的来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先看。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法利赛人曾经来责怪这个耶稣。今天我们看的只是第6章里面的两件事情而已。一件事情是门徒们他们经过他们肚子饿，然后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麦田的时候，他们把那个麦穗，把它这个种子把它拿起来，然后手把它搓一搓以后就直接就吃了。那以色列来看呢，他们就是已经做工了。在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怎样才算是守圣日呢？就是你不要做工，例如走路不能走超过1里路，例如说什么事情。那这些拉比呢，他们就去定义什么叫做不是做工。那显然他这件事情，他们认为是你做了工，因为你去工作了，让这个麦子的麦穗你能变成能够吃的，所以他们就来责问了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安息日，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那你安息日到底是为了谁呢？是为了耶稣。那耶稣跟他们同在，这件事情怎么会变成是刚好颠倒呢？而且是被责怪呢？还有在第6章的第6节到第11节，耶稣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这是安息日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们正在抓他的把柄。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们有要做一些善事应该做的时候，你们会去做吗？”
他们不回答，耶稣就叫那个人手伸出来，他就好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就商量怎样要对付耶稣。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耶，为什么这些事情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这些条例把它限制住了？那这些条例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而且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会愤怒呢？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故意要去违反的律法，而且是要废掉的律法。但是耶稣很明白地告诉他们：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的真义。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这边所用的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并不是用和合本。和合本的话没有讲后面，只讲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没有讲说它的真义等等。然后后面这一段是讲说，你们的义要是不比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更好的话，你就不能进天国。但这样现在这种译本写的显然是比较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成全律法意思说要把律法原来的精神能够把它行出来，成全它，不是只有被这文字被法条而来限制住了。然后你们的义呢，要比文士他们更义，就是要实施神的旨意出来，能够忠实的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才能够进天国。那进天国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两要提问我们，成全律法的真义，跟更忠实的遵行神的旨意，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个意义不是我们地面上的这个法条，不是在律法上的规条，而是其实是天国的准则。你要站在天国的立场来看它，所以耶稣再进一步来解释。他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今天所读的经节来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善待他，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跟我们思想是颠倒的，其实也跟以色列人他们起初所想的也是一样，是颠倒的。因为在律法书里面呢，告诉他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告诉他们，第一个告诉他们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但是你要恨你的仇敌。这是他们已经根深蒂固知道说，律法书告诉我们，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族里面，我们当然要相爱啊。但是那个仇敌啊，你要恨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也才能够去夺取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啊。但是进到新约之后，耶稣要告诉他们说，成全律法跟神的旨意意思是这样：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反而要待他好。在他们律法里面要告诉我们，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家要是怎样对待你的话，你就怎样的反击回到他们的身上去。但是站在耶稣成全律法跟神的旨意里面是完全不一样。他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要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们看到是完全是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一样，甚至是跟以色列人他们起先所领受到，从摩西五经领受到的也是不一样。耶稣并不是只有说而已，他其实对这个天国的伦理的法则，他自己已经先树立了典范。我们看简单的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耶稣要被抓的时候，来抓他的里面的人呢，被耶稣的门徒拿刀起来，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它削掉了。那时候耶稣要他们将刀收起来，同时就要将这个耳朵把它接回去。那来抓耶稣的人就是耶稣的敌人啊，或是以他们来讲的话是，你要以眼还眼，以耳还耳，以眼还眼，然后以牙还牙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耶稣反而是善待了他。或者是在耶稣被鞭打、被受凌辱，然后他却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也是回应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
耶稣就像那弥赛亚，他来到世上之后，他会为了世人受鞭打、受凌辱，但是他却不开口。他不像以色列他们当初犹太人他们所教导的，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是要恨你的仇敌，他是要用爱来对付他们，来对应他们。或者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为了辱骂他、凌辱他、钉死他人的祷告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何耶稣能够这么做？因为耶稣来是告诉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天国的伦理法则，也是因为他是一个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他也认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说：“你当成为一个至高者的儿子的时候，你要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些对你是以怨报德的人，你也是一样要恩待他。那些不作恶的人，你还是一样要恩待他，因为你是至高者的儿子。你不再像其他的人一样，你不是活在地面上的这种伦理的法则，你应该活出在天国的伦理的法则，因为你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所讲的里面，这天国的至高的这伦理法则是讲，一个要爱你们的仇敌。在天国的这种法则里面呢，爱仇敌是最引起争议，也是最突出的准则。这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再有爱心，也没有办法想出说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你既然受人家的迫害，那些人是对你完全是没有一点爱的，你为何能够还去爱他呢？这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理由，他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单单爱你们的人，那有什么可酬谢的呢？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因为罪人也是这样啊。你们若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好夸口？有什么好酬谢的呢？因为罪人也是这样啊。你们若是借给那些指望从他收回来的，有什么可以夸口跟酬谢的呢？因为罪人也是这样，只不过他收回更多而已。耶稣的理由非常的充足的来告诉我们，甚至耶稣讲了这时候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原来耶稣是站在天国的角色来看这些事情，因为所有在地面上所发生这些事情都是人跟人而已。但是你知道，赏赐是从天国来的。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了之后，就要照着天国的这种法则来面对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用语的模式是怎样？你们若怎样怎样，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你们倒要怎样？原来耶稣是将原来的情形告诉我们，但是他告诉我们，你们应该要怎样。这就是一个成全律法的一个模式，因为它由字面上来了解，然后进到成全的正义里面去。这是基督教的信仰，它对一般伦理道德价值的超越。它不再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而是从从天父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耶稣不是只有说而已，他当然也是爱敌人的这个典范。我们看罗马书里面第5章的第8节，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而死了。或者是在他钉十字架的事情，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他背负了世人的罪孽，然后承担了世人悖逆神的这种过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是只是为了那时代那些士兵们，或是那些犹太人告他的犹太人，在大声喊钉他十字架这些人，不，他连我们几千年之后这些人世人，他全部为我们的罪来承担。世人原来要跟神为敌的，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就跟神再次的和好了。在哥罗西书第1章21节到22节来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自己是典范之后，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爱敌人，所以我们也应当要来爱敌人，要善待他们。你有可能开始思考，我的仇敌是谁呀？我恐怕没有什么仇敌。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大的好了，
我们讲到比较小的部分，有没有得罪你的人？有没有用言语伤害到你的人？甚至是不经意之中伤害到你的人？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人？我们要如何能够善待他们？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倒要如何？你们不要跟其他人一样，你不要跟地面上一样，你要用天国的准则来看，你要待他好，要爱他们，这样呢，赏赐就必大了。我们当然也不是为了赏赐而去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只照着他的教导来做。耶稣不只是讲到要爱你的仇敌，他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你们要慈悲。耶稣又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哇，像父的慈悲，这个父当然是讲天父，天父上帝。我们都知道天父上帝的慈悲，他将他的爱子赐给世人，要救世人，世人竟将他杀死，钉在十字架上。你成为一个父亲，对你因为爱心而做出的这些事情，但是得到的回报是这样，你会怎么样呢？但是天父，我们知道天父仍然爱着我们。你说他的慈悲是多么样子的伟大，多么样的广深高低高，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要如何能够像他一样的慈悲呢？原来慈悲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不是单单你用嘴巴讲讲就好，而是你的生命要能够活出来。生命活出来到底要像怎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讲述出来，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例如说，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定人的罪，你要饶恕人，你要给人。这只不过是耶稣在这一段经节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而已。但是相信更多的，你可以去体会到父亲天父的慈爱如何在我们世人的罪孽上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种慈悲是怎样子的慈悲。这慈悲呢，就是天国伦理的法则，它会带来祝福，但它不是条件，也不是说你要怎样就要怎样，不，它是告诉你这么去做，神的祝福就到了。这边告诉我们4件事情，就是不要论断人，就带来了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的罪，就带来了不被定罪。要饶恕人，你就带来讲必蒙饶恕；要给人，就带来必有给你们的。原来天国的这种天国的伦理法则呢，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大家都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在当学生的都学过，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消极的想法。你不要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就不要对人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人是积极的是，你要人家待你怎样，你也要待人如何。原来主动性的权是在我们这里啊，不是消极的。我既然不要人家，那我就不要这样啊！不，我要他对我怎么样，我就要怎样对他。这乃是一个积极的。原来慈悲是要这样子，这是天国的伦理的道德。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当然包括我们所讲这些，爱仇敌就是一个积极的。我也要仇敌爱我啊，所以我就爱他；我要别人善待的时候，我就善待他；我不要人家论断我说，就不论断了别人；我不要别人定罪我说，我不定罪别人；我要别人饶恕我说，我要饶恕别人；我要别人也能够善待，能够给予我需要的，我也要给予人，为人祝福，为人祷告。这乃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讲到这边说，我们开始会思考，耶稣要我们爱仇敌，我们做得到吗？我相信，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立的力量要去做，是非常的难的。但过去的历史中间呢，有很多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你要是靠着主的力量，还是做得到，并不是做不到，只是你要去行出来嘛。我们已经提过好几次这个例子，包括就是有一个神话世界 KTV 的那件事情，一个汤明雄，他如何带了一个被人家欺负，他就带了一个瓦斯桶到一个神话世界 KTV 的门口，在那边引爆，门口就被堵住了，就有大火，里面人死了16个人，1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杜胜男。他是基督徒，他的姐姐是杜花明。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开始这些有这16条人命的这些家属就非常的生气，无冤无仇，竟然被一个人就这样子的害死。每一个人就要追着他们的出庭时追着他，要打他、骂他、咒诅他们。但是杜胜男他的姐姐杜花梅默默地坐在离汤明雄附近的地方为他祷告。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何况我的弟弟已经死了，没有办法再活起来了。他要我爱仇敌，我如何能够去爱他呢？”他想一想，我能够爱他最好方法就是让他能得救，所以开始为他祷告，写封信给他，然后盼望能够透过根生团契的这些进到监狱的牧者，能够带他的话语去，最后能够带他进去跟他见面，告诉他他不恨他，他希望他也能够得救，能够领受神的爱给他。你要是上网络里面去看，你打一个汤明雄，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告诉你，甚至有一个短短16分钟的影片，它是给你们在小组里面使用的。那里面很多的话都是汤明雄自己在讲的，他讲他以前是怎样，但是现在他不再惧怕，他因为有神的爱跟他同在，他知道他的罪要得到赦免。虽然在地面上他仍然没有办法逃过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审判，最后他在1997年的时候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是坦然的这样走出来，影片上还是有摄影到他走出来的样子。几乎以前所有的死刑犯要出来都是脚都已经软掉了，因为他们觉得他面对死亡，他们恐惧的，但是他不是，而且他将全身全部都捐出来，包括骨髓等等这些全部都捐出来。他盼望他活着没有办法来赔偿别人，但是他至少死的时候还可以对人有帮助。为何他能够这样？因为有一个人爱他的仇敌。你想想，要是你的亲人被人家无缘无故的被人家害死的话，你如何能够去面对他？这就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教导。你能够爱他吗？在美国，他们也记载了一件事情，在他们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人被抓了，因为他要谋杀某一个人，但是没有谋杀成，被抓走。那时候他们的刑法是相当的严厉，判死刑。没有想到这个要被谋杀的这个人，他名字叫做面拉，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想说，我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要爱仇敌。虽然这个人要陷害我，没有杀死我，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恨他。但是耶稣要我爱他，怎么爱他呢？他也被判了死刑，所以他就赶快去找那时候的总统华盛顿，找他说，我要求情，不要让这个人有死刑。华盛顿告诉说没有办法，他已经被判死刑，我没有办法为你的朋友来免掉死刑。他说不，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要杀我的那个人。哇，华盛顿受到感动，怎么有一个人可以为别人为要杀死他的去求情呢？所以就给他特赦。当他拿着特赦令赶到要执行的地方的时候，只差了半个小时。这个人终于就没有被杀，但是他看到这个人来的时候，他是用一种敌对的眼光看他，你是要来看我要被受刑吗？好像就是一个敌人对待，但没有想到他带来的是一个特赦令。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他后来这样子的感动。要如何让人家能够领受神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这样，爱他，爱仇敌，不应该爱的我们去爱他。这正学习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不是在南美洲的时候，叫做奥卡族的人，有6个青年的传教士到那个杀人族里面去，要传扬福音。下去没多久，后来传回来没有消息，去看他们已经被杀死掉了，手上拿着枪，没有发一发子弹。对方一定是用刀子来的。他一找到远远地方就可以用开枪打，但他没有打死他们。
因为他们是要来传福音的。他们虽然讲话对方听不懂，但是还是被杀了。感动的是，这些人的太太们带着小孩，再次到奥卡族面前，继续传扬福音。当初杀死他们那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牧者，在他们族里面来传扬福音，几乎全族的人都信了主。爱仇敌做得到吗？我们人做不到，但是神的力量给我们就做得到。我想在我们的日常操练中间，我们需要神真的给我们看见，很多事情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来仰望在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你。主耶稣在今天所看的经节里面，不是给我们一个高标准，你做不到就摆在那个地方，没有。他给我们的示范是做得到的。当你仰望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给他加添你力量，你就做得到。原来爱仇敌跟要慈悲，就是天国有关相爱的准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有过论断人、定罪人、恨仇敌、冷漠、吝啬，不愿意伸出我们的援手，还有什么没有对付的吗？或是你有什么敌人，还是有没有什么要饶恕的人吗？是不是有什么是你该给予的而没有给予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求神加添我们力量，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宣告说，主要赐给我们伟大的爱心，让我们能够这样，让我们对这个仇敌能够爱他，也能够这样对他有慈悲，就像天父的慈悲一样。盼望我们在这些学习有纯全的爱心的时候，我们一路的走过来。当我们对付了我们所受到在社会上所这些污染之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仍然有那些无愧的良心。神起初创造的美好的时候，加上我们对神的爱心、对神的信心之后，今天在看到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典范，我们应该我们应该可以下定我们的决心，我愿意。求主你给我加添力量，让我们有这伟大的爱心，能够爱我们的仇敌。愿神祝福在所有努力愿意这样行的人。这个礼拜的小组讨论，我们盼望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灵命操练中间，我们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主，你已经告诉我们，你的爱的源头乃是你，而且我们有能力能够用这个爱去彼此相爱，只是我们愿意吗？你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命令，也是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选项。当我们成为主你的门徒、主你的儿女之后，我们就一定要彼此相爱。相爱的今天还告诉我们，这天国的准则不是只爱我们喜爱的人，不是只爱那些对我们好的人，而是要去爱仇敌。那些咒诅我们的，要善待他们。主，这是何等高的这些标准在，但这就是天国的准则。求神你加添力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让我们学习真正能够去行出来，爱我们的仇敌。愿神祝福，也愿神能够带领我们在这中间的操练所学习到的。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所告诉我们的新的诫命，一起来再次的立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阿们。